在地前，长期伫台中后里陪伴着弱势家庭的课业辅导的机构跟水小子，决定要带13个学员来骑铁马，展开6天5暝踅大台中的活动。路程是258公里，是一个大挑战。也毋过大家拢真有信心。 详细检查车甲档啊，确认车况安全无问题。今年伫师生的讨论之下，决定要带13个学生骑脚踏车，用6天5暝骑遍规个大台中地区。我们今年目标要带孩子走过台中29个区，好，每一个区都带孩子去走走看看，用最适合的角度，还有最适合的速度，也就用自行车的方式。为了完成258公里的挑战，爱训练这个囡仔体能，嘛安排修理脚踏车简单的急救等等的课程，帮助因提早做好准备。除了这以外，天气这热，对了头一摆骑长途学生来讲，这拢是挑战。虽然讲是安尼，大家依然充满信心。感觉很兴奋，感觉就是第一次跟随大家一起去这么久的旅程，而且还是靠自己的脚力去完成的。 希望讲用这个挑战刺激这个弱势囡仔会当有所成长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